Hello，我係 Nicholas。咁今日嚟講，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海外華人自媒體圈啦。其實我都出咗兩期片嘅啦，我想再講少少啦。其實琴晚嗰條片我都講得好清楚啦，即係作為一個正媒嚟講，你要諗清楚你嘅底線喺邊度，你嘅原則性喺邊度。係，因為咧做正媒咧好簡單嘅啫，就要客觀中立啦，受人民群眾嘅輿論監督啦，同埋要俾當今社會主流嘅價值觀嘅鉗制，就咁簡單嘅啫。但係我見下近排出呢單事件咧，好多海外華人自媒體圈啲前輩咧，佢哋背離咗呢套規則啊，背離咗呢套規則啊，即係咁多位某同粉絲或者嗰啲大前輩啦，你要知道嗱，我知道大家都要出嚟揾食噶啦，要揾銀嘅。但係你要知道，我可以，你唔可以。呢個就係我作為個人博主同埋你作為正媒嚟講嘅區別。即係我作為個人我作為一個個人博主嚟講，我可以包裝人設啦，係啊，跟住喜好啦，到一定嘅粉絲量，我就喺度提純啦，去質化啦，將啲粉絲鞏固成一個可以俾到我經濟效益嘅一個群體，跟住開始點啊？我開始割呢班粉絲韭菜，我可以賣貨帶貨，我可以咁做，我可以呃柒班粉絲，我可以割呢班粉絲韭菜可以，但係你唔得，呢啲咁多位海外華人自媒體圈呢班前輩唔得，知點解？因為你係一個正媒嚟嘅。正媒嚟嘅，你如果你做一個正媒嚟講，就猶如資本論話齋咧，無論你係一個幾高尚嘅一個人，你一旦接觸咗呢啲資本，你好快會迅速被資本異化嘅，你明白？所以到最後嚟講，你睇啊嘛，你做一個正媒嚟講，你利益化自己嘅帳號，利益化自己嘅頻道，我知你做得正媒嘅話，你肯定好少話自己一個人打真軍㗎，你通常背後有團隊嘅，係。但係如果話齋咧，當你利益化咗，你等於係資本異化咗啦，俾人哋。第二點嚟講就係你會俾你呢個粉絲受眾群，因為佢令到你頻道利益化啊嘛，你要俾呢個粉絲受眾群或者係呢個某一個利益群體，佢捆綁住你，佢掣肘住你。變咗你以後你所輸出所有嘅內容都係偏向性極強，有取向嘅，咁人哋仲點解要聽你嘅？係，即係你都係坦白啲講句啦，即係我認為我可以，我個頻道可以，我呢種人可以商業化，但係作為正媒嚟講，你始終係要保持客觀中立，或者背後有幾多大老細，或者係你嘅嗰個政治取向係點樣冇所謂，但係你一定要。即係你面嗰陣，你要先做好先啦。所以點解我特登又要出兩期片，而家出第三期片，講就係呢個原因啫嘛。我呃粉絲可以，我個粉絲韭菜可以啊，我可以做埋晒啲無底線嘅需要性行為可以。但係咁多你哋咁多位呢啲大前輩，你哋作為正媒，你哋嘅帳號定位就唔可以做呢啲嘢啊嘛。呢個就係我前兩期片想輸出嘅內容，真係嘅。即係如資本論話齋，無論幾高尚嘅一個人都好，你一旦你接觸咗呢啲資本啊，你個人係會迅速被資本異化，成個人都變晒。你好似我咁樣啦，我喺2024年1月份開台到依家，啱開頭就傾啲社會時事亂咁傾嘅啫嘛，想傾咩傾咩。後尾我嘗試商業化個頻道，我成個人都變咗。我身邊好多有啲一直以嚟支持我啲粉絲，佢都 feel 到嘅，佢發覺個人變咗。所以你明白，你一旦商業化、資本化運營嘅話，你要諗清楚你嘅初衷。你當初你開台嘅目的係乜嘢？其實我後尾我商業化自己嘅頻道，我發覺我自己都成個人變咗，甚至乎成個頻道嘅走向都越走越亂啊！無論我自己或者我觀察出邊嗰啲都係，所以最後都係嗰句啦。你要回歸翻初心啦。點解要開呢個頻道？揾食、揾銀、揾錢、割韭菜。你要強化你嘅立場，強化你嘅目的。所以嚟講，我好清楚我自己嘅目的係，我真係嘅。我其實講真一句啦，我可以同而家市面上好多啲大前輩啊，或者其他嗰啲差唔多賽道嘅人一樣啫嘛。包裝自己啦，係啊，
包裝人設啦、喜好啦，起到一定嘅粉絲群5萬、10萬粉絲，跟住我就喺度割韭菜咯、帶貨咯、直播咯、或者賣貨咯都得嘅。但後尾嚟講，我有時喺度思考緊，呢個真係我想要嘅咩？我當初開台係為咗咩啫？我當初開呢個頻道為咗咩啫？你明白？呢個係呢個係一個第一個層面啦。另外一個層面就係我今次傾呢個海外華人自媒體圈，你要諗清楚就係我嘅賬號定位係乜嘢，你哋嘅賬號定位係乜嘢。我係一個傾社會時事乜鬼嘢都傾嘅一個個人賬號，而你哋喺海外嗰班華人自媒體圈，你哋嘅賬號嘅定位係一個正媒嘅身份，你哋唔可以咁玩㗎嘛。我講得好明㗎啦，所以到最後嚟講，我講得好透㗎啦，即係呢個就係賬號嘅定位同賬號嘅區別。我可以呃粉絲，我可以割啲粉絲韭菜，係我帶貨賣貨嚇，我割佢哋割佢哋韭菜。我喜好為咗咩？呃錢啫嘛，我為咗呃錢，我可以咁做啊，我可以做衰仔，因為我要揾錢，我要揾銀，我要生存，我要商業化我個頻道。但係你哋喺海外嘅嗰班大前輩，你哋作為正媒嘅身份，你哋唔可以。如果你一旦咁做嘅話，冇人會再信你哋㗎啦，你哋成個人設係崩塌咗㗎啦。你喺呢個賽道已經冇得撈㗎啦，所以我琴晚我出條片，我話咩？你哋只能夠打名牌嘅，唔打名牌嘅話，人哋後邊班大媽仔肯得過你。第二嚟講，你傾得政治，你背後肯定會有更加多不確定因素會去制衡住。所以我就話以後你哋要打名牌就乜意思啫嘛，係。所以我初步點評少少啦，就係諗清諗楚啦，係唔講太多啦，就呢期先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